甲骨释文第38集。那里哪里无共意思的两个词，那里是指远方，哪里是疑问词。这集来研究闽南语的疑问词安怎写。闽南语的疑问词怎写呢？先讲结论，就是这字呢。中文讲字怎么写呢？闽南语就讲字安怎写呢？就是这字呢哦。哪是这样啦？哪是安尼啦？嘛用共这字疑问词哦。写这字哪也可，哪会安尼啦？哪两字音义相通。学偌济字爱偌济钱，偌济这字偌，袂管是会使写这字偌。有人读做外，外口的风景和疑问词一点毛线拢无关系，是吧？来认捌这字哪？说文解字讲是迄号是毋是甲我共款看无？无要紧，咱对甲骨先生来学。先看这字义，左扶右义。部首若写伫正边，就是义，或者读业。本意是偏僻不明之地。这个字平本来是安尼写，本意是柳叶垂落来，读音淡，等于这字淡，所以古文有另这种写法，安尼是毋是就袂感觉奇怪啊？淡也等于这字例句，耳垂淡淡，也等于这字淡，意思是高粱彼此。例句，你站遐等我一下，一下啊就好。整理一下，汉字真少形声字有无？这字字形应该是将淡将一才对，合起来意思就是淡遐。遐是倒位？就是遐啦，某一个所在啦，就借用做疑问词。古文有讲，这两字相通，安尼汉语这句诗，咱就会使读做意义在何呢？搁整理一下，疑问词就写这字呢，偌济钱呢？哪遮贵？共这个疑问词有3个读音，会使写共字。我个人的习惯，若对应中文的这字呢，就写这字呢；偌济钱就写这字外；哪会遮贵就写这字哪。安尼是毋是较简单？搁来练习一遍。已经学偌济字呢？哪会遮简单？愈来愈好。中文讲越来越好，越是移动的意思。这字挪嘛是所谓的意思。闽南语讲的哪来哪好，是毋是就安尼写？所谓好的方向去，就是哪来哪好，是毋是？以上这集的节目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